光鲜亮丽，怕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吧。你是？我叫依然，我是来应聘的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你等一下，王姐呀，王姐，你过来一下。等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你这么小的年纪做这个多辛苦啊！哦，没事没事，工作嘛，应该的。以后来公司啊，不用穿得这么漂亮，弄脏了就不好了。公司的待遇非常好，好好干啊！好。王姐，你的人来了啊！好。王姐好。哎，你穿成这样怎么干活啊？我想你们是弄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呀，于小姐，您应聘的岗位前2天面试就已经结束了，人选我们已经有了，目前公司并没有适合您的岗位。可是你们公司跟我约的时间就是现在呀。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是这样的，给您发信息的呀是个实习生，我们工作会逐渐改进的，给您带来的不方便之处，我们实在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不过我们跟对方的合约已经签好了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希望公司下一次招聘的时候能有机会跟您合作。我知道我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。那这样吧，这个职位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其他职位也可以。你们还需不需要人呢？其实刚刚你看到的那个王姐，他们保洁部有个员工马上就要休产假了，正在四处找人。目前公司就这么一个岗位。好，我来应聘这个岗位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你可以考虑到其他公司看看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好吧。这是你要的监控录像，谭总。你确定昨天我们新招的员工进了保洁部是吧？是的，昨天是保洁部的面试，今天是培训，所有的新进员工都应该在这里了。哦呦，上上下下。大姐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好，谢谢。快点去。大家看啊，它有申诉功能的，这就是雨刷。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，它这儿有个开关，一定要把它拧紧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坏的。谭总你好。大家好，新来的员工都在这儿了。是的。谢谢大家能加入我们公司，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儿。谢谢。哎，收起来就对了。我忘了问你了，你今天这工作找怎么样了？找着了，跟哪家公司啊？叫新华公司。兴华公司啊？我哥们儿公司啊。谭兆宇。哦，是吗？你跟谭总很熟吗？嘿，我们俩大学同学，你说熟吗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在他们公司干什么吧？文员。文员，行了，没问题。我给你打一电话，让他关照关照你啊。
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刚上班，我想靠自己的实力，不想走后门，不好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也行。等碰上你有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打。哎，不是我这手机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一个，你找一下啊。依然，你出来一下，谭总有事找你。哎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，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清洁部的依然。应该不会搞错的，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，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，需要各部门的签字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，就算你不来的话，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。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？不能慌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。哟，穿这么正式干嘛去啊？今天是结束培训，正式上岗第一天，穿的正式点吧。嗨，不就是去谭少宇公司上班吗？没事儿，他不要你告诉我啊，大不了来我那儿。是你那户外车店啊？怎么着？没看不上啊？不是，我胆小，我一看见那车轱辘就害怕，尤其是过障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睁眼睛。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你们男人。不懂了吧？告诉你啊，现在来我店里的都是女客户，买大件、贵的、好的都是女的。这都是买来送老公和儿子的吧？啊？嗯，什么？嗯。还有不急了，我得真的走了。啊，好嘞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你啊。我让你送什么呀？我坐个公交再倒地铁就行了。我可不能迟到，迟到了要扣奖金200，外加遭领导白眼，还得加班影响升职呢。说的真够溜的。哎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海的交通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你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挤一身臭汗怎么见同事啊？你得给同事留一好印象啊！走，我送你去，我有车，保证不堵车，还准时。你什么时候有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赶紧换，我在外面换啊，楼下等你。啊。我还以为什么车呢？原来还是你这单车呀！什么叫单车？这叫山地车，持久、专业、耐用。行了，别说广告词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别！你就告诉我，现在离你上班呢，扣奖金和遭领导白眼还剩多长时间20分钟。20分钟是吧？嗯，上来。行吗？行吗？把妈换成爸啊！坐稳了，起飞了啊！走你！怎么样？时间控制还行吧？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？行，还差5分钟。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，别净点些垃圾食品。
你们门口不有个中餐馆吗？跟磊磊点俩菜。哎呦，行了，弄得跟我奶奶似的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啊晚上见。好。哎，对，回来。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哪个手？拿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把这带上，转运的。您今天呢第一天上班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一展了啊！行了，走了。谢谢。谭总，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，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。可是这怎么搜集呀？上海太多酒店了。如果这也要我教你的话，我请你干嘛呢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，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。好的。财务处有规定，除了贴好票据之外，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。明白了。等一下，就快到中午了，我要吃午餐，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，请你不要主动，明白了？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？